2005年，台湾要全面来开放纽西兰鹿茸进口会当免关税，因为这纽西兰的鹿茸是比台湾的还阁较俗，看起来是会影响到咱本土的产业。也毋过，养鹿协会是表示讲，咱台湾鹿茸要是有较青，所以是有优势，农业部也会骨力来推销。 饲鹿是国内重要畜牧业，国内养殖户477户，在养数量是1.3万只。以台湾水鹿为主，会当创造将近6亿的产值。不过，2025年特别面对着考验，纽西兰鹿茸会当零关税进口，介绍只有本土的1/5，农民加减嘛会烦恼竞争力。我们鹿茸的牺牲一定很大的啊！你还是担心低价的，你会比较拼不过去这样？一定的啊！ 为着要赢战，零关税进口的鹿茸靠关，拓市所里这10多年来嘛，继续来研发提高养殖的效率，包括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生产量，为一对300两提高到500两，嘛提高自然配种的数量，提高生产量，嘛当降低成本。饲鹿协会认为，国产鹿茸嘛是有在地生产的优势。 其实华人的一个观念里面，哈，其实地产地销，在地的新鲜才是好东西。拓市所表示，经过科学实验证明，鹿茸是优良的保健产品。用蓝羽猪的这个受伤的表皮去做，那发现它跟对照组它有一个非常显著可以改善表皮修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另外在小鼠的这个肠道里面，它有抗发炎的这个成分。为着要改变鹿茸是老大人才会食的保健产品的形象，农业部嘛甲业者合作，陆续开发符合现代需求的产品，像咖喱益生菌或者是益磷粉内底，希望互消费往生活化、美化、和少年化的新兴市场来发展。记者林俊明、吴家宝台北报道。